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故事，一个关于语言正在消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开头是因为一位语言的守护者离开了我们，他的离去就像一道突然打亮的光，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我们可能长久以来都有点逃避的真相。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完美的捕捉到了邱从容先生离世时整个客家文化界的感觉。这不只是一位前辈的离开你知道吗？这更像是一个警钟，突然当一声把你敲醒，让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一个正在快速凋零的文化现实。好，那这位语言的守望者到底是谁呢？我们来深入认识一下。邱从容先生，他可能不是那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但他用尽他的一生，只为了一件事，守护客家话这一团小小的微弱的火焰，想尽办法不让它熄灭。你知道吗？这篇文章的作者其实是在疫情期间才跟邱先生认识的，在那个全世界几乎都停摆的时候，邱先生的交集却从来没有停过。他常常会突然打电话来，而且一聊就是1个多小时，但话题永远都只有那一个，就是客家话。你从他的语气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时间真的不等人，拯救语言这件事是分秒必争的。我想这句客家谚语很多人都听过，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这句话可以说就是驱动邱先生一生的核心信念。对他来说，语言真的不只是拿来讲话的工具而已，它是我们的根，是定义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这也带出了邱先生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堂课，就是这5个字：文化是责任。这听起来好像很严肃，对不对？但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文化不是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秀一下的表演，它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它是一份责任，一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亲手去扛起来、去实践的责任。好，从邱先生的故事，我们现在把镜头拉远一点，来看看一个更全面的状况，就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无声危机。这样危机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它不是有外力在打压你、禁止你说，而是它正在从我们自己的内部悄悄的一点一点的消失。所以这个消失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一条一条看。首先，很现实的，客语的使用率年年都在下降。然后在家里，越来越少的爸爸妈妈会跟小孩子讲客家话。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孩子们从小在他的生活环境里根本就听不太到自己的母语。你看，这整个过程没有人强迫你，而是我们自己一代一代就这样悄悄地把它放掉了。这个比喻我觉得真的讲得太好了。我们以前可能都以为一个语言的死亡应该会像一条河慢慢干掉一样，是个很缓慢、很漫长的过程。但现实是，这个流失的速度远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上太多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是谁选择了沉默？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可能是一个不太舒服，但却是最核心的问题。这场危机的根源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文化意识的内部崩塌。好，我们来看这个对比，我觉得这真的把问题的核心给点出来了。你看左边是客家媒体，常常为了说要让更多人看懂，所以节目就上了华语字母，甚至广播主持人讲的华语比客语还多。好，现在我们把眼光移到右边，闽南语媒体，不管是连续剧、综艺节目还是广播，几乎都可以做到全语言的沉浸式体验。这背后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真的不是资源，而是信念，一种对自己语言的毫不动摇的信心。这也就是邱从容先生生前提出过最尖锐但也最一针见血的问题。我用客语念一次：是供客人部囧客活，该瓦里米人族聊该多黄种人有妈给我供养。意思就是说，如果连客家人自己都不说客家话了，那我们跟其他那些黄皮肤的人还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用来辨识彼此的文化标记还剩下什么？所以绕了一圈，我想真正的危机症结点已经非常清楚了。问题从来就不是这个语言有多难学，也不是说世代变了所以没办法，而是我们自己在最应该坚持的地方选择了退缩。这是一场集体的来自内心的信心危机。好，诊断完问题，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我们能做什么？其实纪念邱先生最好的方式真的不是办多少追思会，而是继承他的意志。
那怎么做？很简单，就从今天开始开口说客家话。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写很多文章来纪念他，办很多活动来缅怀他。但是如果客家族群自己不开口说客语，那么所有政府的补助啊、文化计划啊，到头来都只会变成一种自我感动的仪式而已，对语言的存续一点实质的帮助都没有。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其实真的没那么难，不是要你突然变成客语专家，真的不用。你看，就从这些小地方开始。今天在家里试着多说一句客家话，在孩子面前，就算他们听不太懂也没关系，先让他们习惯听到这个声音，或者在脸书、IG 上试着打一行客语。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个语言重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空间。最后，我想留下这个问题给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母语，到底还剩下多少时间？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给你标准答案，因为唯一的答案就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掌握在你我选择开口还是选择继续沉默的每一个瞬间。